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将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赏赐予阮，阮每一个信靠你的人，诚做有愿望的人。所以，阮用欢喜得调的心，搁一遍自集伫圣殿，要将所有荣耀拢归乎你。愿恳求主你甲阮三甲之地，保守看顾阮的心怀意念。互阮透过礼拜，甲你有更较深的交陪，明白你的旨意，也照安尼去行。互阮会通得到利益，也会当祝福其他的人。是阮的主啊，阮特别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完全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互阮无论演奏乐器。我无论吟诗歌，就是参与伫礼拜、聚会、传讲信息，拢求主甲阮三甲之地，坚固阮手所做的工，阮用手所做的工来荣耀你的圣名，也带领众兄弟姊妹来敬拜你、荣光你。恳求主，你也赐福互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会当更较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带予万百姓更较大的祝福。阮特别要将阮的2个分堂以及3个机构，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互无论分堂也是机构的同工所推动的事工，真真正正会当落实，会当祝福所有需要的人。是阮的主啊，阮也特别将阮心所爱的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特别是明年1月13，阮要选举。选出阮的领导者以及国会议员，求主亲自竞选你所欢喜的人，会当带领众百姓，互阮伫即块土地顶面安居乐业，有自由来敬拜真神上帝。也求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阮会当接受你交代阮的使命，用做光做盐来荣光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民啊，恁拢着拍扑啊，着用欢喜的声、大声对上帝欢呼。上主至权的上帝应该受敬畏，伊是大君王，统治全地。这时阵，请咱起立来吟圣诗66首新圣诗。
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上帝啊，你伫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四位的佫较通敬畏的主。是阮互阮的主，互阮用着敬虔的心要来敬拜你。阮众人自责要将荣耀嘛要归互伟大的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要伫即日欢喜唱歌，学乐你的圣名。至圣阁人民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嘛承认来告别阮的本性，是充满着罪恶的。阮的时常犯着过失，嘛会咬得罪了你。只有你知影阮所犯的罪。阮常常离开你的路，浪费着你的恩赐，袂记即条你的疼。主啊，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阮见笑佮忏悔，阮有常常做你所无欢喜的事。求你带领阮的主耶稣的救主基督为阮出世降生来救赎，赦免阮的罪。求你嘛教示阮知影阮家己的歹。求你也洗清阮无人知的过失，至圣阁人民的天父上帝，求你的恩惠入伫阮的心内，互阮有你的光来照阮，通照着你的旨意来行主你的道路。主啊，阮伫即个世上，无论你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所安排啥物款的苦难，求你为阮保存理智。来运用甲良知的平安。这个时阵，愿主你的圣神来引带阮的心，叫阮搁较听你，搁较学习基督的忍耐。求你运行伫阮心内的大气力，互阮充充足足成就你一切，超过阮所会当所想的。照你的荣耀的丰富伫基督耶稣内面。互阮的一切的需要拢充足。主啊，阮对年头都有计划做事，嘛有常常要爱祈祷，但是主，阮做袂到。求你无照阮愚戆的心来办阮。阮众兄弟来到伫你的面前，要来领受你话命的话。耶和华，请你讲，阮众人要听。阮的主有啥物款的吩咐，我要照你的吩咐来做。今仔透过蔡主任牧师，将上帝的信息来赏赐互阮，来传讲互阮。愿上帝你的圣神赐福阮，听探你的话去行的人。我们要为着阮台湾来祈祷。主啊，阮台湾是一个你所赏赐真美好的宝岛，我嘛是一个真独立的国家。阮有完整的政府的体制，阮有总统的团队，有立委的团队，有议员的团队，阮有文武百官在带领台湾的百姓。阮台湾真正真安定，佮百姓善良。因为年度的关系，阮伫明年1月13要选出总统，甲所有的立委。所以，愿天父上帝赏赐阮百姓有智慧，来选出听台湾的总统、立委的候选人，互因为着台湾来发声，互阮台湾真正伫你的听内面拢有平安。阮的祈祷无够完全，我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伫天灵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平安赐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咱即日子，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平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
咱要三甲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伫圣诗后面第25章，启应文25篇，圣诗后面25篇。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赞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拽，保守你的是耶和华。日时太阳无伤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这个时阵，咱请圣歌队带咱来献诗。
就来听出对圣经上帝应允恩典的话语。我要让你的身体复原，医好你的伤痕，也要可怜你徛起的所在，要有感谢甲快乐的一声对因中间出来。慈悲疼痛的上帝，请你额头用你怜悯的目睭看顾阮，搁用你医治的恩典安慰阮。阮的愿望，独独倚靠你永远的信实，甲无穷尽的怜悯。阮确信你复兴的应允。阮虽然软弱，却会勇敢宣扬你真理圣话。耶和华，求你医治阮，阮就得到医好；拯救阮，阮就得到救，因为你是阮所学到的。
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地下有光照因，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相属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作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第一辈和平的人君。主啊，黑暗遐尼深，愿却选择黑暗来闪避你的真光。请你赦免阮软弱的信心，开阮的目睭，互阮通看见你的阳光显明伫每一个单纯的喜乐顶面，帮助阮对阮的绝望中奋起，通牵调你丰盛活命的应允。Yeah.
约瑟的细希属于大别的家，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去犹太，到大别的城名叫伯利恒的，要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相甲做嫁嫁。迄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因伫遐个时生产的期到，就生头上囝，用布包伊，互伊困伫座呢。因为客官无所在通用阮因。主啊，当愿主神伫马座的时，愿会记得你纯洁的出世，以及你出世做人的奥妙真理。亲像你伫即个圣的暝为阮出世，愿为伫你的内面定头生，请你施恩包围阮，用仰望、和平、疼甲喜乐来践踏阮的一生。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伫地，道就是上帝。这个道伫起头甲上帝三甲伫地，嘛面对道来创造。伊若受创造的，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
画面伫伊的内面，即、个画面是人的光，光照伫黑暗，黑暗无接纳伊。但这就是福音大好的消息，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既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以疼世间到安尼。灿烂的消息，因你亲爱救主为咱出现。世人的论的罪恶光完尽的告出来灵魂的大福气。Hallelujah.
愿一切荣耀归伫咱的主。即个时阵，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5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5节。耶稣基督出世的经过是安尼：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甲约翰订婚，还未结婚就对圣神怀孕。伊的未婚夫约瑟是正直的人，无爱互伊伫人的面前见笑，想要暗中解除婚约。20节，伊伫想即个代志的时，伫迷茫中，主的天使对伊出现讲。代笔的户的约瑟，毋免惊，就带玛利亚入门做某，因为伊所怀孕的胎是对圣神来的。伊会生一个查甫囝，你着甲伊号名叫做耶稣，因为伊要救伊的子民脱离因的罪。22节，这一切的事发生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话。你看，在色女会怀孕生囝，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甲咱同在。24节，约瑟一个困醒，就照着主的天使所吩咐，带玛利亚入门做某。毋过，即个查甫囝还未出世以前，无甲伊同房。婴仔出世，约瑟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这时阵，咱的蔡水牧师要来传讲主的信息，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救主诞生的日子，咱做伙来欢喜庆祝，愿所有的阳光拢归乎真神上帝。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赏赐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互阮称做有愿望的人。主啊，阮用敬虔的心，伫你的面前要领受你的话，求主教阮三合之地，保守看顾阮的心怀意念，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来得到你的启示，明白你的心意，然后照你的话去行，来荣光你的圣名。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首先要恭祝大家圣诞快乐！圣诞节是一个真适合送礼的日子。咱常常会利用圣诞节，也是有一寡特别的日子，赠送一寡礼物，互咱真好的朋友，来表达咱的心意，同时也祝福因。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接受过礼物。也拢捌送过礼物。礼物的意思就是，咱毋免付出代价，白白得到；咱毋免用钱买，毋免用劳力去赚。这才是礼物。我还记得母亲甲母亲细汉的时阵，因知影我的生日伫要到，所以就想要送我一个生日的礼物。但是因无钱嘛吼，所以有一天我回去我的办公室的时阵，我就看到我的桌顶有一张申请书，顶面写申请书，然后写母亲母亲申请的内容是讲要来我申请200块，我就答应叫来讲，母亲母亲，你申请这200块要创啥？结果
伊就老讲爸爸你生日到啊，阮两个想要买一个礼物互你，阮两个佫无法度去趁钱，所以我来申请200箍。我心内足感动啊！我讲安尼吼，因为这囡仔要表达对我的心意嘛吼，所以我就落底下印200箍互因吼，我心中足欢喜的。但是到尾我想想嘛，怪怪吼。我摕200箍互伊，伊摕200箍去买物吼，可能佫买无够200箍的，两个佫欠挂吼。然后佫请送互我，安尼较输我家己去买就好啊。我想安尼毋对啊，叫第二档申请书过来啊，我就来两个叫来讲，礼物是毋是爸爸家己出钱买？恁来家己想办法。叫因两个就去参详吼，无偌久了吼，就送一个红包来，吼，红包佫毋是空的哦，内底佫有内容的哦。红包外面写一个吼兑换券，我内底夹一纸，我抽第一丢起来，捶背10分钟，就是讲，我若腰酸背痛的时阵，用这张起来换，伊两个来我对10分钟，第二张抽起来，哇，生活一遍，讲伊两个愿意负担家庭的代志。第三张抽起来，哇，扫便所一遍，我就计啦，我安尼真对，因为这礼物真好，这我毋是用钱买的，我嘛无付出任何代价就得到，这叫做真正的礼物。所以咱就接到一个真好、真适合咱用的礼物，咱会非常欢喜。所以咱嘛爱了解的讲，要赠送人礼物的时阵要赠送人礼物的时阵，嘛需要真用心去竞选，爱真用心去竞，安尼接到礼物的人才会欢喜嘛。毋信，你若你去问迄个咱的总务同工逐咱母亲节、父亲节要赠送咱礼物因着真费心啦。因为要送到大家拢满意的是真困难，所以竞选礼物是非常重要。若你若要送人礼物爱根据下下牧师同恁分享的4种原则。第一个就是这礼物爱有价值，爱有价值。因为礼物是代表咱的心意。有人讲心意较重要，价值无重要。礼轻情意重，但是你若送一个无价值的物件，连你家己都无爱的物件，显然是无诚意嘛。我记得我未来双年进前，我伫教会内底咧服侍。另外，我也兼任迄个台南新学院一个宣教中心，也是咱双年所支持的宣教中心。伫遐做主任。有一天，我的同工就来我讲，圣诞节到啊，每一个一级的主管拢爱捐一个礼物互这学生伫庆祝圣诞的时阵会当摸彩。我就讲哇，安尼毋知要送啥物礼物较好，要准备啥物礼物较好。我的这个同工就同我讲，牧师啊，你凊彩就好啦。你若厝有无爱就摕来互人摸彩就会使啊。遐啥物百货公司赠送的礼物，你就放伫遐互人摸彩就会使啊。我心肝想讲这我都无爱，我搁互人摸彩，人摕到的人一定无欢喜的。所以我一定要拣一项较有价值的。所以送人礼物就是要有价值。第二项就是对人要有路用嘛。因为你若送人礼物人无路用，这就无意思啊。我有一个朋友一摆摸彩去摸到迄个洗发精，迄个伊无头毛啊。所以伊讲心情拢足歹。我还去摸到这然后对我一点路用也无所以你若看到迄无头毛的朋友你毋通送伊热啊无就真正废去啊。所以就是爱人有路用
咱送的人哦，接着这礼物的开欢喜吼。啊，毋敢若有路用哦，即马搁爱安那，该有好处，对有正面的利益、正面的效果。啊，过去咱有时出国的时阵，较早的时阵，出国的时阵，咱要转来的时阵，会经过迄个免税的商店对无？吼，有时就讲啊，咱有一个亲戚吼，会晓食粉，啊，所以咱买一条粉互伊。啊，结果吼，你送粉互人吼，叫因太太无欢喜，都无爱伊食粉啊，你搁送这个粉互伊，吼，啊，伊讲送酒互伊，都无爱伊啉酒啊，搁送酒互伊。所以吼，即卖人咧送礼物，拢爱选迄个健康的，对人健康有利益的，吼，毋简单有路用，用了后，佮对伊的身体有利益、有正面的影响，安尼这是上介好的礼物。啊，最后一项，就是这个礼物爱适合人，吼，送礼也需要适合人的礼物。我顶回我拄则有讲，迄个新人伊要摸菜嘛，吼。我就想讲爱送一个较有价值的吼。啊，其实我过去吼有未做无书进前有买真侪迄内骨带，哦，迄一条我若真有价值的，啊，佮真水。我想讲啊，无摕即个内骨带出来互摸菜。啊，我无书娘比我较巧，伊讲，你摕这互摸菜袂使啊。迄身上先有男有女呢，啊，查甫会抽着会当用，啊，查某会抽着就无适用啊。啊，所以送这物件吼，你爱有适合人。啊，到尾你敢毋知我送啥？哦，我送百货公司的礼券，我家己去买，哦，安尼一定有适合。哦，啊，所以咱知影礼物吼，就是爱有价值、有路用、佮有好处，啊，佮爱适合人。哦，咱咧经礼物的时阵，就是安尼。啊，今日咱咧过圣诞节，圣诞节其实咧讲一个听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咧讲上帝赏赐人一个听的礼物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咧咱讲上帝真斟酌，为着咱世间人好，因为伊真疼世间人。所以，将耶稣基督赏赐予咱，做一个听的礼物。有一段圣经吼，这我感觉是圣经中间的上界重要的一句圣经，咱大家一定爱将伊背起来。就是约翰3章的16节，讲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赐予因。互一切信伊的人，无至到灭亡，反得到永远活。即句金句，甲咱说明，上帝赏赐咱即个听的礼物，完全符合牧师拄则所讲好的礼物的4个原则。因为第一项，即个礼物。伊的代价非常悬，伊价值非常悬，吼，是上帝付出极大的代价，才互咱的。我拄则咱所读的经文讲，上帝甚至将伊的独生子，伊遐尼疼咱疼甲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互咱，而且为着正人来死。看伊付出偌大的代价，咱有做爸母的拢知。咱囡仔吼，小可跋倒、切伤，哦，咱就心肝疼甲要死啊！讲啊，看遐尼无注意，吼。啊，囡仔有啥物重大，咱就心肝就真烦恼。但是上帝遐尼疼世间人，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互咱，伊付出遐尼大的代价。牺牲伊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礼物吼，伊的代价非常悬。第二，伊有非常好的路用，
对人来讲，圣经讲，互一切信伊的，无地到灭亡。大家敢知影，什么叫做灭亡？灭亡是对人上介大的威胁。灭亡，就一切拢无去啊，一切拢无五望啊嘛。圣经同咱讲，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就是灭亡。所以罪的引来灭亡，这件代志咱无法度得撇。但是因为上帝疼，所以伊用特别的方法，用伊的囝的性命为咱牺牲，互咱无地到灭亡，有机会会当得到拯救。伊毋简单，互咱袂灭亡尔，伊阁有一个真好的好处，就是伊互咱得到永远活。咱看见圣经中间，所有看见耶稣来信靠伊、跟对伊的人，生命拢得到改变，拢真侪有愿望的人。所以咱得爱，互耶稣来改变咱的生命，引带咱的方向，咱才有愿望。因为上帝要互咱永远的活命，互咱伫肉体死亡了后，会当得到一个永远的延续，永远活命的延续。所以上帝赏赐咱这个礼物吼，是价值非常高，真有路用，个好处非常好，个适合所有的人。上帝这个疼的礼物，是有备予所有的人。无论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年，无论你是好野也是丧乡，你是甚物款的阶级，这礼物拢是准备要予咱的。上帝将耶稣基督赏赐予咱，是上介好、上介水的礼物。虽然每一个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咱还对这个礼物吼。伊的内涵有更较深的认捌，安尼咱才会当甲人分享这个礼物。所以牧师就要用咱拄则所读的经文，用耶稣的名来甲大家分享这个礼物的内涵。咱爱知影这个礼物的内涵，然后知影安怎去回应这个耶稣所带来的恩典。第一项，耶稣叫什么名？耶稣叫耶稣嘛，对无？圣经讲，甲伊号名叫耶稣，因为伊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伫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帝是拯救。上帝是拯救，所以上帝囝降生伫即世间，有一个真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将人对罪恶的权势甲绝望的中间拯救出来。虽然咱世间人拢无承认，咱拢无承认咱是罪人嘛讨厌别人讲咱是罪人，但是咱对整个人类社会中间的情况，咱拢确实感觉讲。人实在是软弱啦，拢降服伫罪恶的权势下面，被罪恶所控制。所以上帝的囝耶稣基督要降生，因为伊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中间拯救出来。所以耶稣用一种咱无法度理解的方式来救人，因为照旧约的传统，人犯罪，伊安怎？伊为着要赎罪吼，伊要求上帝赦免，伊会带一只羊仔，然后带到祭坛头前，手换这羊仔的头，然后
将家己心中所有的罪过，拢想要灌入去即只羊仔身上，然后将羊仔杀死，好，表示讲伊替咱的罪来死。啊，这样羊仔是无辜的呢，犯罪是咱人，但是因为伊替咱的罪来死，互咱的人得到替赎，这叫做代罪羔羊。代罪羊羔，今日耶稣亲自为着咱罪人来牺牲，钉死伫十字架顶，成做咱的代罪的羊羔。耶稣的死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咱有罪就爱刑罚嘛。但是上帝阁是疼的上帝，也满足上帝的仁爱。伊听世间人，所以互伊的囝来代替咱的罪。所以耶稣是咱的救主啊！耶稣是咱的救主。咱对这款的恩典爱有第一个回应，就是安怎？就是爱信耶稣嘛，爱悔改信靠耶稣，咱得当得到拯救，接受耶稣做咱的救主。圣经安尼讲，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互因，互一切信伊的无至到灭亡，反得到永远活。上帝用这款方式甲咱和好，咱就爱有回应。要怎回应？上介简单的方式就是信靠耶稣，悔改信靠耶稣，互耶稣来成做咱的替赎。安尼，咱就当忠心甲上帝更好。咱知后礼拜咱会举行洗礼，咱本堂有8位兄弟要接受圣灵洗礼甲献信礼，有2位小儿要接受小儿洗礼，阁有1位信仰个别。伫分堂新增分堂嘛有6位大人5位细囝要接受洗礼，这人因要告别因的信仰，接受耶稣做因生命的救主，这是上界宝贵的，也是送予因家己上界好的圣诞礼物。在座若也未信靠耶稣基督，我需要甲恁讲。上帝的礼物已经摆在恁的面前，恁只要愿意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咱就通接受这个真水真水的恩典礼物。第2项，耶稣的名，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的确有在小女怀孕生囝，人要称伊的名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甲咱同在。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互咱真实去感受到上帝活点伫咱的中间。因为耶稣基督是代表上帝。咱若看约翰福音书的头前，就是第1章的1节、14节、18节，才分别安尼讲。太初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就是耶稣。耶稣成做了肉体，踮伫咱的中间。将来无人看见上帝，只有伫爸怀孕的独生子，将伊表明出来。伫这段事论中间，伊咧讲，道就是上帝，耶稣成做人。踮伫咱的中间，伊用伊的生命来表明上帝，互咱明白上帝是啥物，上帝安怎疼咱。因为无人看见过上帝，但是咱透过耶稣基督，咱亲目睭就看见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咱会当体验到主甲咱同在。所以上帝囝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不但是降生伫迄个马槽内底，伊要降生伫咱的生命中间，
要降生伫咱的心里，要互咱去体验到咱甲主同在。所以对安尼，咱要有第二项回应，就是咱要搁较谦卑去体验伊的同在。圣经中间咱知，上帝喜爱甲咱同在，只是咱人常常拒绝，人常常想要家己做主啊。虽然咱差不多家家户户内底拢有挂一块牌啊，讲基督是我家之主，对无？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拄着困难、拄着代志要处理的时候，拢讲即件代志我做主。袂记是耶稣是咱的主。所以有时咱伤过爱家己做主啦，咱应该爱谦卑落来，亲近上帝，互上帝真正甲咱同在，做咱的主。圣经中间安尼应允讲，伊若求叫我，我就应允伊。伊伫急难中间，我要甲伊同在，我要救伊，互伊尊贵。这是圣经中间上帝应允呢。咱若愿意谦卑，拄着困难的时阵，求叫上帝，上帝要甲咱同在，要互咱尊贵。咱爱家己知影家己的软弱，时刻愿意亲近上帝，倚靠上帝，上帝就甲咱同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圣诞节毋单单是一张圣诞卡片，这圣诞树，甲一寡宗教活动尔。今年的圣诞节，互咱搁一遍来思考，上帝竟敢已经诞生伫你的生命中间，咱来搁较谦卑去体验耶稣基督甲咱同在，也指耶稣进入咱的生命中间。最后，咱咧称呼耶稣的时阵，咱通常会将基督甲伊连做伙，称耶稣做基督。基督这个字是希腊文，伊的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这两个意思是相共。伊原文的意思是受抹油的。伫旧约中间，受抹油的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受权，第二种就是差遣。所以弥赛亚就是讲基督，就是上帝所授权、佮差遣的迄个使者。一般来讲，犹太人你若要做王的，就要有祭司去互你抹油，抹油了，它代表你是上帝所授权佮差遣的人，是上帝的奴仆。伫犹太人的历史中间，因面临着真侪患难困苦，互因产生一种对弥赛亚的愿望。因期待有一个对上帝所授权差派的王来拯救因，互因脱离迄个外邦的统治。所以因心中足渴慕，迄个弥赛亚赶紧降临。所以甚至到落尾，弥赛亚会通解说做救世主，就是救因脱离迄个受捆绑、无自由的情况。所以当咱将耶稣甲基督连做伙的时阵，意思是讲，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这是一种信仰告别，就是咱承认耶稣就是咱生命中间的救世主。对安尼，咱爱有一种回应，咱已经领受耶稣基督，才做咱拯救者的，咱爱有一个回应，就是爱将耶稣基督宣传出去，互世间人得到福气。咱既然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差派来，要互世间人得到永远活稳定的迄一位。安尼，咱就爱将伊分享出去。所以，咱在座每一个基督徒，拢有一个使命，就是爱将这个上介好的礼物分享出去，
互世间人因为认捌伊来得到福气。所以，今咱对耶稣基督三个称呼，咱来三个回应，就是耶稣基督是咱的拯救者，咱来悔改信靠伊就得救。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甲咱同在的上帝，咱就爱搁较谦卑，甲伊体验，甲伊同在。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世，要拯救所有信靠伊的人。所以，咱应该爱分享即款的信息，互更较侪人得到福气。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亲自透过你的话对阮讲话，求主帮助阮，会当伫即个圣诞的节期分享福音，拯救更较侪灵魂。愿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搁起立，做伙同心来领受，来唱圣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201首，201首。
请坐，请咱备万心来奉献。来感谢，全能的上帝是阮的主，逐项好搁完全的美，拢是对你的赏赐。求你接纳你的百姓对欢喜甲感谢的心所奉献伫你面前的礼物，搁求你，互阮对安尼会奉献阮本身做你的路用，来荣光你的圣尊名。我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请坐。这时阵，我来报告。咱本主日是大港节第4主日，点到第3支紫色的蜡烛，称作天使的蜡烛。天使的祝福带着和平的应允，因为安尼，这支蜡烛代表着和平，互咱的心内无忧愁，也无惊吓，以认罪悔改，心中充满感恩甲疼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第2点，本主日嘛是圣诞节的主日，点到白色的蜡条，称作基督的光，代表基督的纯洁无罪。耶稣降生来到世间，将上帝的国奥妙甲咱讲，
互咱伫伊的内面得到救赎，因为即支蜡条代表着救赎。愿基督的真光照咱的生命，互咱以听甲感谢来欢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并因为主耶稣基督赐予咱真平安甲真自由，互咱活着搁较有信心甲愿望，成做主的见证人。咱真感谢主，今仔感谢许瑞珍老师带着圣歌队甲所有的反庆团的服侍你是咧长乐夫妇遮个乐团的兄弟做伙来带领咱，做伙来学了上帝，庆贺咱的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多谢恁上帝来纪念。第3点，平安暝的圣诞暝，咱永暗7点半，伫咱的教会有圣诞节的活动所以有侪的节目，所以请咱欢迎带领亲朋友也是你的朋友拢来咱做伙来欢迎主耶稣的降生，做伙来庆贺真正的平安。第5项咱12月31后礼拜主日暗时7点半到8点半，伫咱的10楼礼拜堂有一个敬拜俄勒祈祷的岁末感恩，所以欢迎所有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来回应上帝对咱这一年来的疼惜，咱来做伙来参加。第6项，咱的新增分堂的时间今仔日下晡3点到6点有一个欢迎大家来做伙参与的欢乐的市集所以请咱大家来到伫新庄的福利园区遐来参与。佮有现场的感恩礼拜，伫12月31日后礼拜主日下晡3点，伫新庄分堂要举行现场感恩礼拜。佮相连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的多功能教室的完成纪念，欢迎兄弟做伙来参与。今仔日咱的新庄分堂遐嘛有设咧特别咱期待久久咱的许昭平主任过去伫咱遮久久的许昭平主任，今仔日有设咧，所以咱真正是足欢喜伊今仔设咧将做主的囝儿有份伫即个大家庭。后礼拜咱嘛有设咧所以咱真欢迎新朋友你有决定设咧，将做上帝大的囝儿有份伫即个家庭即个时阵咱要来看影片。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日来到咱新庄分堂，伫遮咱有一个好的消息要甲大家来分享，就是咱新庄分堂伫12月31就要来献堂。伫这个圣诞节进前，咱规个大楼就会当来完工。这个礼拜堂，若是伫拜六礼拜，成做一个礼拜堂厅，嘛伫拜1到拜5，成做咱多功能的这个教室。会当互咱的基金会做长辈来使用。伫1楼有一个开阔的所在，通互长辈伫遐逐工欢喜快乐煞接拜六礼拜教会伫遐会当做活动。我相信这是咱双连教会伫新庄来开设基金会了后，佮来就是开设咱的新庄分堂。真感谢上帝伫过去这1、2年来。咱为25个人一直成长到即马60个人，所以咱需要有一个较大的空间来佮继续邀请带伫咱这新庄副都心附近的住民来甲咱做伙欢喜，来做礼拜，也做伙来认捌上帝。所以伫遮，咱伫12月31号下晡3点，咱有一个真水的献堂的礼拜。伫遮要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若时间会拄好，请你来甲阮做伙来欢喜迎接新庄分堂新的开始。也伫遮要邀请大家伫今年12月24，咱伫遮有办1天的活动，特别是新庄分堂第1摆的洗礼。这摆的洗礼，目前为止有5个大人、5个囡仔、6个转会籍的，总共16位。伫遮欢喜做第1摆的洗礼。咱真感谢上帝，福音要开始伫遮来继续生传。咱嘛要伫这个新的社区中间来对这个社区来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嘛，请大家做伙三体来代祷。伫这个时阵，牧师要来先恳来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
会当为阮来台岛以外，你嘛会当亲自来新增分堂，来遮甲阮做伙来分享上帝的恩典。佮补充一个报告，咱所敬听的长流亲情姊妹吼，真毋甘伊伫12月15日来安歇主怀，嘛已经伫12月20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继续关心台岛，愿上帝安慰为主。这时阵，咱要请牧师来介绍来宾。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组织做伙敬拜的兄弟。第一位是这个谢玉梅姊妹，好，谢玉梅姊妹家哈，欢迎，伊是万家教会哈，欢迎。第二位是这个杨依怡牧师，因全家哈，全家5个人，因为牧师是这个咱张老师的这个二嫂啦哈，所以这是二哥哈，好，欢迎。第三位是柯慧美姊妹，伫顶面吼，伫顶面遐哈，这个三欢迎。第四位是一对日本来的夫妇哈，大井明子夫妇，好，因来台湾3冬哈，来台湾用过3冬欢迎。第五对是这个严家珍甲郑良元夫妇，唔知伫倒位？哦，一条表姐哈，欢迎。因对马来西亚来台旅游哈。其他毋知有第一遍来甲咱中间甲咱敬拜。欢迎这贵宾，等下当去甲咱的贵宾席，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这个时阵牧师来简单报告哈。咱今日下暗有一个真重要的音乐会哈。欢迎大家一定爱来参与吼，拄则有报告过啊。佮有除了上帝赏赐咱上介好听的礼物耶稣以外，教会嘛要赠送大家一个礼物吼。所以这个时阵吼，要请咱的同工，大家拢坐咧吼，请咱的同工来分发这个礼物吼，就是一个圣诞歌吼，大家祝大家圣诞恭喜吼。有人较济哦，有当时你家己的目镜啦吼，是迄个茶吼，拢会袂记即摕顿，咱拢会放伫咱的高楼办公室遐。前几工咱有一个兄弟吼，伊的目镜袂记即迄个摕吼，毋知有啥物人有捡着，你若有捡着，咱嘛共款放伫咱的高楼办公室遐吼，麻烦你，谢谢。圣乐队，圣乐队等下有特别特别的吼。我来去搬一首你啦，互恁若无摕到的，请你举手，佮甲你无摕到的，请举手。楼顶毋知拢有收到有即角还有无摕到哈？举手就互大家知影者吼，真好即角。
无事搁补充报告一点吼，等下礼拜结束了吼，请所有的长级留落来吼，咱有代志要甲大家参详吼。即时咱来做伙来吟上言512首，请咱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庙道谢恩，恭受差遣。